首哈，仁爱是够宽容，搁有慈悲。哈，今仔日咱所念的拢甲疼、三疼有关系哦。哈。华语的吼，所以台语的歌词颠倒较无熟哦。咱来甲台语的歌词做伙念一解，好无？好，来。仁爱是够宽容，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快受气。袂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望，凡事吞忍，凡事着吞忍。仁爱永袂无去。好，来，咱搁来吟一摆哈。仁爱是够宽容，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请咱备办心来进入咱的礼拜。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运势会结束，讲灵语的运势会停止，知识嘛会消失。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信诗527首，咱拢成做一家人。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由阮徛咧，即是阮当心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伫礼拜当中来敬拜你，感谢你伫众人的面前拣选阮诚侪你的子民，特别伫即个世界多变的时，阮会当奉主的名自责，这是何等的宝贵！阮心中充满感恩。台湾伫即个月有新总统就任，愿主赐福，互执政的团队有敬畏上主的心，有对上帝来的智慧。来带领台湾，行往民主自由的国家，行上主你眼中看最好的旨意，来荣光上帝，利益众人。主啊，阮知你爱阮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甲行。即是安静阮的心，求圣灵做工伫阮的中间，互讲的、听的，拢会当对你的话语中得到启示，就像是种子共款，会当进入阮的心，结出百倍的果子来荣耀你。
愿将以下时间交托你的手中，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咱三角来交读启应文第60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是天使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活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即马亲像照镜伫看，雾雾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是毋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接下，请咱来恭守上帝的话，有3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就学伊言行举止，就有疼心，亲像基督疼咱，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帝。第二部分，哥罗西书第3章14节，这个以外，就搁加贴疼心，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第三部分，加拉太书5章22节。毋过信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又搁安尼行的人。即马请双年团契来赞美上帝的恩惠慈悲。
即时，请本堂王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灵的果子仁爱。亲爱的姊妹平安，咱三角祈祷，做过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那是因为你的疼，你的疼极大极深，超过阮所会当测度。主，阮伫这疼内面享受，亲像深海内面迄种疼的包围、灌压。主啊，你嘛讲，阮着爱疼，彼此相疼。主，但阮也承认，阮需要疼的困难。感谢上帝。透过圣神将疼充满伫阮的心内，所以透过圣神，阮来顺探你疼的命令。透过今日信息，用你的圣神来启示，互阮晓悟、明白、尊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时咱有进入到过境园内面，咱家己慢，家己食，这拢是这做农夫的人。种果树的人，因真努力所结出的。所以伫迄个中间，咱会当食着甜蜜的果子。不过，这个过程较辛苦，就是因对细长这个树，然后这个培育、落肥、修剪这个树基，然后听候这个果子的收成。每一样果子拢有个成长的一个期限，有个紧，有个慢。所以，拢需要时间，所以你袂使揠苗助长。这个果子对开始结，然后真熟，到真成熟甜蜜，嘛是需要这个时间。所以有讲强摘的果子不会甜所以咱的人生拢有结出无共款的果子。人伫咱的心上到底要食什么种的果子？有时咱知真侪这个道理，但是呢，咱是不是有迄个实践？这个道理的一个困难，这是一个真大一个问题。我捌听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伊双手剩6支指头应该10支切掉4支，然后伫咧跋筊场伫遐真欢喜伫遐喊话，伫遐跋筊安尼有人真好奇，咱咧问，这个人伊是发生什么意外？较10载剩6载安尼。原来伊做爱跋筊。因兜的产业拢互跋甲安尼输了去，然后家破人亡，安尼家庭破碎，所以决定要改嫁，安尼后摆一定要爱改，为着要这个决心，伊讲我若搁去跋的时阵，我着切断我的指头安尼，连续切断4支，剩6支安尼，后摆是毋是搁会切毋知影？所以知影一项代志，毋通去做。下决心去做，但是是毋是有迄个气力去做，也毋知。迄就是讲，有真是时阵，咱知影一寡道理，咱知影仁义的道理，但是是毋是我都去实践这个物件？这是真大一个困难的事。教会中间嘛，常常有这个代志发生。有一阵我着伫教会听着，毋是咱的教会。厝内底人咧讲话，这个囡仔即辈。老爸这辈个囡仔，你最近多洗礼多坚信咧，你也搁安尼，你已经洗礼你敢知你已经洗礼你已经坚信咧你搁安尼做因太太听着了足破怪足不好。你受洗已经30年你嘛是同款老样子，嘛是同款安尼，都无改变安尼，所以讲人较紧而且一个人洗礼了后。一个人伊坚信了后，是不是马上有一个真大的改变？毋知影，我想无度。迄就像一个结出果子共款，果子必须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有真侪基督徒伊无成长，所以咱有时也称作属灵的老婴孩也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恁应该是已经做老师因为恁知影足侪这仁义的道理。但是到伫现在，我犹原将恁当作是属灵的婴敢若会当食灵，袂当食物件。因为你是照本性的欲望来活，无顺探诚实。这是咱几遍你讲去加菜水的时阵，有即种情形。伫咱内面有2种的困难。
过去还未信主以前，咱是完全遵探咱本性的欲望。我爱做啥就做啥，我有啥物欲望，我就去追求来满足我的欲望。我要生气，我要高quyền激动，我要做安怎样？虽然咱知影仁义的道理，但是呢，有真侪咱现实的社会中间，你若要生存，要甲人交配，甚至要得到你所爱，本性的欲望来支配你的所做。但是现在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就对这个本性欲望中间得到自由。真做一个自由的人，无阁受罪这个捆绑。但是伫咧内面真做两种的困难，伫遐争斗。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有新的活命，所以你必然伫咧内面有一寡的挣扎嘛。要顺探咱本性的欲望，还是要顺探圣心，所以伫咧中间挣扎。所以咱的成长都是因为咱选择顺探圣心的因带。就若像一个果树，一丛树。你爱落肥，你爱灌压，每一遍咱若是顺服圣神的引带，然后就是活命，就是结果子，就是成长。如果咱是选择遵照本性的欲望，有这几六项，咱顶头有讲过。本性欲望来做先，你就永远是属肉体，你永远就是属灵的婴仔。所以为什么有真侪基督徒？你甲伊相搭做伙时阵，常常安尼感觉讲吼，真有气迄个感觉。有可能伊甲做真久的基督徒啊，甲伊做伙满身是刺安尼。你若甲伊斗阵做伙，咱想食到迄个真苦涩的果子，吼，足艰苦安尼，足歹斗阵，足歹沟通安尼。但是有一寡人，你甲伊做伙时阵，如沐春风，足欢喜的，怡然自得。第亲像你若当，那亲像食到真甜蜜的果子。安尼共款，为什么这种差别？我想这是人生命中间所体现出来、所结出的果子的不共款的情形。我相信咱基督徒拢真爱真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但是呢，有可能这个过程真久，犹原咱阁是一个互感觉真苦涩的果子，迄个感觉。所以有一寡人这来咱相较开海。即摆这两伫遮时，咱话就莫啥收讲安尼。你知影讲，一寡人无啥好斗阵，但是一寡人真爱甲伊做伙做伙时阵安尼足欢喜、足快乐。所担着的果子无啥共款，苦涩也是甜蜜。毋知咱若入来教会的时阵，安尼可能外口匆匆忙忙，对外口行入来教会内面，你敢有注意到咱教会倒手边这大的匾传承的这个茶中间有一寡。真水的坑有无？有无？有无？我去问迄个第一场的华语礼拜，无人知呢。安尼有有迄个坑啦，但是敢是个坑安尼水水毋知迄啥物件。你毋知几个？有哟，你都有看吼。9个你若说有大有细啦9个内面。有图阁有字呢，你敢知迄字写啥？所以你若毋知个即马咱即马后摆讲到了，你若去详细看迄是迄个咱的孙子执事安尼做了真水的坑布置伫迄个所在。咱咧拜祖希望讲，咱既然有即个坑咱拢经过遮，那像是咱教会的标志共款，提醒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坑拢是讲到咱所会当体现出来一个基督徒真水的果子。反正知影这毋是一个理论看水的物件，这是这种生活实践。所以本来咱有系列的讲到，咱已经有头前2遍讲到加太书，咱生命改变，尊探圣实的活命。迄个结果就是咱会当结出真水、真甜蜜的果子。所以知影这个代志是一回事，但是咱实践这个代志嘛另外一个回事。所以咱将这个果子，亲像这坑共款挂伫迄个所在，看水的，看水的。你嘛当将这个果子，可能做一个边还是座右铭，放伫你的册桌中间，提醒你，就该结出果子。
你若搁较实际，可能咱用一丛树，然后呢去做用蜡做一寡轨迹，做到足成安尼吼，挂伫迄个所在。不管是写的，还是用蜡所做的这蜡质的这个轨迹，这不过拢是一个装饰，拢是一个提醒。但是这毋是真正的轨迹。提醒咱会当过这种生活，但是呢，你要结出这个轨迹是真实的生活的内容。我伫高中的时阵吼，多信主。我记了上熟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22节，高中的轨迹。我会记有一遍退休会的时阵，我的主题就是这。所以是真认真。对高中足够背，人爱喜乐和平，人爱恩慈，人爱在信实温柔节制。我咧背时完全毋免去思考，毋免去想一下，就出来安尼。第一阵开始到现在，人爱喜乐和平，人爱恩慈，人爱喜乐和平，人爱恩慈，人爱在信实温柔节制，拢毋免想诶。结果遐侪年中间，虽然我真够暗念，但是了解一项，暗念是一回事。了解知影即9种轨迹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来实践伊的时阵，搁另外一回事。有这个轨迹，但是嘛可能真可惜；有这个轨迹，但是嘛犹原伫生命中间有一寡征战，本性欲望，甲圣神因带这中间挣扎顺探对一项。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既然圣神赐予咱新的活命，咱就要应该互圣神引带咱过圣神引带生活，应该就要互圣神的引带。但是伫咱内面有一寡的挣扎，选择这顺探这是一种的挣扎。每一个时刻，如果咱也选择圣神的管理引带，安尼就若像咧替咱的性命压肥共款，无偌久就慢慢会当结出侪轨迹。若是无，咱就犹原留伫本性的欲望所主导的生活中间，可惜，无法度带互人真甜蜜的轨迹。所以，咱就要想到一项，咱是毋是一个有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因为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会结出这9种的轨迹，用这9种的轨迹中间来评估咱是毋是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来评估咱是毋是伫过去的生活中间常常顺探圣神的引带。要做一件代志，应该做，无应该做，是毋是伫你内面有平安来引带伊？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这圣神的轨迹分9项，但是若查考圣经的时阵，拢会甲你讲，当圣经咧讲到圣神的轨迹，伊是用单数一种的轨迹安尼。你讲无数啊9项呢？你算9项吼，你种9种轨迹啊吼安尼。但是圣经讲，这是圣神的一个轨迹。所以要用另外一种概念，人就用安尼来解说，就那就一粒旋石，但是这粒旋石中间有9面的切割面，因为无共款的切割面，所以会当互这个旋石会当显出伊的光、伊的亮度、闪亮安尼。所以让发出伊的光辉出来，安尼，咱个对无共款的切面中间来看着这粒旋石的水。圣神的轨迹是质，但是有9面来显明。当你若要去讲究的时阵，圣经内面讲到圣神，咱整个人生、整个生活在各方面，拢是圣神所结出的轨迹的一个面向。所以咱今日特别开始要来讲起9项中间的。第一个，仁爱，台语翻做博爱。第这个听本身是有一个画面，有一个深度，对人来显出的。圣经讲到博爱，
每一个所在，拢会当讲到疼。上帝就是疼，因为这是上帝上界主要的属性。既然咱有领受对圣神领受上帝的性命，中间一定有疼。咱会当疼，是因为咱有感受上帝的疼。疼是所有这美德第一位。顶两遍的讲道中间有讲起，咱伫恩典中间得到自由。基督恩典已经讨办我是一个自由的人。然后继续讲，恁既然受掉得到自由，毋通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要用疼心彼此服侍。只有互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雅各书嘛讲，真正的信心，那是表现伫咱疼的作为。所以一定要有疼，这当显出你是真正有信心的人。罗马书13章讲到疼成全律法，因为疼的总根头是疼上帝，真心真意真意真力疼上帝，然后疼厝边家己，亲像家己疼成全律法。你可能无法度去背这律法到底所讲的物件到底是什么，但是你要知影疼。如果咱实践对上帝疼，对人的疼，你就成全律法。哥林多前书12章有讲到，现今所存的有信、有仰望、有仁爱，这三项其中上界大的是仁爱，而且咱都要追求这上界大的恩赐，就是仁爱。所以伫这中间，拢会当强调仁爱的重要性，而且实践仁爱的重要性。所以，咱要怎样来判断？评估一个人，伊是毋是一个敬虔的人？哦，这有够敬虔，逐礼拜拢去做礼拜。有够敬虔的，听咧奉献；有够敬虔的，伊拢做这服侍啊，出钱出力，真正无毋对，这就是真敬虔的一个表现。但是伫圣经内面讲到，一个人真正敬虔，最主要的表现，乃是显出疼的品格。所以，哥林多13章迄个所在讲到一项。讲到各种的温数，属灵的温数，咱有口才，咱有知识，咱有能力，咱有服侍，各种超自然的温数。但是伊讲，若是无疼，若是无疼，这个温数能力才调，就甲我无啥物利益，对人嘛无啥物利益，这个物件。到有一天，拢会归伫无空。所以你就知影，所有是军员必须要伫疼中间来运用。有这教会，特别是灵恩的教会，伊非常强调迄个超自的能力 （supernatural power） 足强调的吼。圣神甲咱同在表现就是啥物？就是能力安尼。我捌去过灵恩教会住的真久的时间，发觉一个物件：如果若无疼，这个超自然能力，造成教会真大的混乱。你知牧师的工作是牧养羊群、牧养羊群。伫灵恩的教会，牧师咧牧养一群狮子。哦，大家拢足厉害。大家拢真感觉伊足够诶，足强诶，足有能力诶，足有 power 诶吼。所以牧师徛伫大殿下骹拢一群狮子，面像咱即马乖乖坐伫遐咧羊群。牧师好像进入到狮子群里面的羊。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能力，强调真大诶溃烂性，无听，这个教会真大混乱，因为每一个人拢真厉害人。教会标记是啥物？有时咱若想去教会时，就感觉讲，哦，这个教会有够好诶，因为是mega church，哦，1000人、2000人，哦，有够侪人诶吼，这是标记。哦，这个教会标记就是牧师，因为这个牧师介厉害，将这个教会对于世间创造甲几千人诶教会，这个牧师够厉害。若讲到这个教会，就是这个牧师。有一寡教会强调伊是
超自的能力。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也是讲这个教会进入历史，已经百几年的教会，是一个真有传统真有历史的老教会，这是伊的标记。但是主要所基督讲，真正教会内面有一个标记，就是彼此相听。你若彼此相听，众人要知恁是我的学生。彼此相听是教会的一个标记。当时初代教会非常困难，但是教会会当快速成长。为什么遐大的困难，教会愈来愈侪人？为什么教会拄到真大的困局？无论是对传统的宗教来，以色列人、犹太教，无论是对罗马帝国这个所在来压迫，这样困难的环境中间，教会不断成长。为什么？迄时的教会领袖特土良，伊就讲到一个现象，迄时人对基督徒有一种真大的感叹。这群基督徒遐尼彼此相听，你看，这群基督徒遐尼彼此相听，听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吸引人来到因的群体中间，无看到这所拄到的困难，无看到因所拄到这个患难压迫，那是看到相听，这是当时基督徒互人的一个标记。迄个教会嘛是真拄开始真衰人，但是人若看到的时阵，即群也是完全无共款的人。这本标杆一本册讲，教会的成长是看伊会当满足人的一个限度。这中间就是讲到听，伫这教会中间愈大的时阵，伊就会当愈吸引人来到教会中间。现代人要选择教会，毋是选择伊过去的传统一个宗派，还是一个品牌？那是看这个教会是毋是会当牧养因的教会。所以有爱才有羊。这是个教会互人的标记。我相信来到咱中间的人，有真侪是因为这个所在感受着听，感受着接纳，所以伊留伫这个所在。互咱讲教会叫做有听的一个教会，这是咱教会互咱一个标记。上帝互咱有一个模样，上帝一切作为是受到听的支配。所以诗篇145篇的讲到，耶和华一切所行，拢有公义；耶和华一切所做，拢有慈爱。支配一切所做，因为听，因为上帝公义，所以主耶稣基督替咱的罪受定十字架。因为上帝公义，所以主耶稣基督代替咱受刑罚伫十字架顶。也是因为上帝听，圣经讲，伫咱阁要做罪人的时阵，为着咱死，上帝听，伫这个所在显明。所以有时咱真简单讲一寡话，彼此相听。圣经内面讲到听兄弟，为着你兄弟来赔命，这是实价学习主耶稣基督。但你也知影讲，咱实际上的生活中间无遐简单讲。咱拢知影听，咱的教会非常强调听，咱的信仰非常强调听，但是通常拢是讲到上帝听咱，但是讲到咱彼此相听，这样是拢真大教会内面无听心哦，教会内面遐侪问题，遐侪纷争冲突，面拢爱相听，哪无法度相听呢？吼，这是咱拄着现在现实生活。我听到一个故事足趣味哈，这个所在会特别的讲考，为什么无法度彼此相听？所以我读到这句话，当咱个做罪人的时阵，咱心内甲上帝对敌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上帝就差遣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当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甲伊心内做敌的时阵，我感觉
这句话呢，实践伫咱实际生活中间，迄是非常困难。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是毋是基督徒，我毋知吼。伊咧用过来礼拜、过来工的时间，伫个院子内边做一个车道，安尼。特别完成的时阵，哇！将这个车道安尼挖啦、吞啦，这个水泥啦铺落去，抹平，我都要用要好伫遐等吼。完成佮等互伊打就好。结果伊个囡仔2、3个囡仔，耍球安尼冲来冲去冲去，只球全落咧车道内面安尼，伊就冲入去安尼规个车道复甲无扫安尼。这儿童心理较气一个讲，我几礼拜心态安尼，互你瞬间就完全破坏安尼安尼大声骂大声嚷安尼，因太太来讲，你是儿童心理学家呢？你会知影讲常常咧教人讲爱玩游戏是囡仔的本性就爱互伊尽量游戏，而且囡仔就爱互伊伫疼心充满温暖疼甲环境中间的成长，安尼伊较会心理上健康。你即马咧大声嚷，完全无疼心，就即算算到即个所在安尼你有脾气拢无去，无猜你是咧儿童心理学家，听咧讲即个理论。你毋知影即个心理学家安怎讲？理论是理论。伊若将我即个无简单完成的水泥车道破坏时阵，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我用过来礼拜完成的工作，这是我开会真侪钱，用真侪时间，拢白费。而且后来佫影响我一段时间，车辆无法度进出。理论是理论，但是当囡仔一个所在破坏我所做的时阵，让我生气。理论以后再说，先修理一顿再说。这就是咱真大的问题。但是因为为什么无法度比数3条？因为比数3条，理论是理论，但咱实际上拄在兄弟姊妹中间不可爱的时阵，不可爱的人做了不可爱的事，即使是可爱的人做了不可爱的事，嘛是同款生气，嘛是可能低调。何况伫咱教会中间有真诶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期待无共款的想法，也是伊所做诶代志无符合你家己本身，也是无符合你家己本身的利益。因为姊妹，当这个人不可爱的时阵，当这个人伫你心内还是罪人的时候，你有度必须查听无？这是实际上，所以最后所祈祷的听是这个所在，迄句话。当咱还阁最罪人的时阵，咱心内甲伊对敌的时阵，伊就替咱心里是要加定，上帝听，所以听，真实的听是安尼，真实的听那是当这个人不可爱的人，伫你身上做不可爱的事，但是你又愿意去听，所以听伫这时阵，这人显出伊真正意义甲伊价值。所以最后所祈祷讲，你若是听你听的人，外邦人嘛是安尼做啊。但是只有你去听无可爱的人的时阵，不配得会听的时阵，这是真正爱听。所以最后所祈祷，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讲听你的对着，为着困着你的人祈祷。咱常常会感觉安尼，但是这个人像伊这种人，敢有值得咱去听安尼？最后所祈祷讲，我捌为着这种人来死伫死要加定，但是我都无啥物理由，互伊就听袂落心嘛。但最后所犹原命令讲，必须3听。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命令就是有一个强制性，不管你心内欢喜无欢喜。嘛是去听，所以这是一个选择，尊探命令的选择。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当那个活伫罪恶中间，心内甲伊对敌，伊就为咱死伫死命价顶，上帝听，伫这个所在显明出来。有一个歌里面安尼讲，听，互咱甲上帝结合，咱拢爱即句话，因为听，所以咱才得救。然后，
接续就是咱伫咱团体中间，彼此相听的时阵，咱所有的百姓，上帝的百姓会当彼此成全，实践伫听伫咱群体中间。然后，因为上帝的听，伫咱彼此相听中间来成全，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敬虔的人。伫敬虔的行列中间有咱的位置，彼此相听，听别人是敬虔的表现。就是这个情形中间，才会当称作一个敬虔的听。摩西律法包含第2条诫命：听上帝，甲听人。听讲以色列人因伫会堂中间咧聚会，拢习惯性安尼念这2句啊，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上帝安尼，然后彼此相听。啊，伊讲这律法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开始研究啦，然后咱彼此相听到底什么情形，听上帝到底什么情形，啊，免啊实践这物件啊，拢讨论甲真好势。但是律法是律法。理论是理论，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因的中间的时阵，假冒伪善的人啊，因为因对上帝无热情，因甲遵守遐个仪文，遵守遐个仪式，因对人嘛无听，因为因对人非常冷漠，周围充满遐就是有需要的人，但是无看到因，因只有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啊，你的需要啊，凊彩讲啊。你的需要真的需要，甲我无关系。你的病痛，你的丧养，你的需要，甲我无关系。啊，你有遵守律法无？对人冷漠，所以对上帝无真实的听，对周围人的需要冷漠，但是伊是研究律法听的人。理论是理论。但是实际上有迄个执行也无。主要说，基督互学生一个新的命令，讲你着彼此相听。啊，我看学生那彼此相听啊，耶稣嘛讲，听上帝听人，这是律法的总根头啊，总根头。既然是总根头，伊知影这是律法中间已经记明，但是为什么称作新的概念？实践，实践。彼此相听，而且靠着圣神伫你心中的听，顺探圣神的引带，彼此相听。这是一种绝对性、强制性的命令，需要来遵守。袂因为外在环境，袂因为你对每一个人伊的倾向，来降低这个命令的权威性。所以圣经内面讲到，听你身边的兄弟姊妹，才能证明你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有一个坎培的多马伊安尼讲，只有听，会互咱一切重担变轻，互咱心中的不平、埋怨、苦毒变平安和平。只有听，会互你所受一切艰苦、服侍艰苦变作甜蜜，甜蜜的负担，因为听。只有听上帝的心，会当来追求上帝的完全；也只有对人的听，会当互咱结出更加甜蜜、更加勇敢、更加快乐、更加充实、美好的生活。听，无听，咱得到全世界，咱会当满足咱家己的欲望，伫上帝眼光无算什么。无听，咱对上帝所领受一切。对人对你家己拢无利益。若无听，咱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拢会成做真沉重的压力甲重担。只有听的行动，会当表现出信心。上帝判断基督徒性命原则，就是听，因为听是咱敬虔判断的标准。咱三甲来记得。主啊，阮已经得到你的听，阮求你的圣神常常伫阮内面提醒阮，
彼此相疼。当某一个情形产生，我知影我爱疼，但是即个情形环境真困难，阻止阮去疼。恳求圣神就提醒阮，像主主耶稣基督讲的，就爱疼人亲如家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甚至为着对着困着你的人来祈祷。自伫即时阵，阮的心内若是有对某一个人不满、苦毒、怨愤，阮遵他你的命令讲，上帝啊，愿你祝福因，主愿你祝福因，愿你听伫阮中间，诚做阮教会生活的标记。啊，愿这听，诚做阮会当面对上帝敬虔，面对你判断的标准，因为听，我会当坦然徛伫听阮的上帝面前，因为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你是真听。安尼，我若遵他你的命令，彼此相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三角来念回应的诗，圣诗521首。你若欠亏真失望，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会当讲。请起立唱奉献的诗。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阮要做罪人的时阵，着为阮受死伫十字架顶，来显明你对阮的疼。所以，阮嘛要学习你的款式，疼上帝，佮彼此相疼。当阮用淡薄的金钱来回应你对阮丰盛的慈爱佮疼，愿做你圣工的路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请坐。这是来报告。我用华语来报告。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家人，我们可以请他起立一下吗？林颖晨。他带小孩来参加美比谷，有在现场吗？哦，在楼下。好，我们欢迎他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消息报告。下个主日是但以理学院的主日，邀请林金法牧师在2堂的礼拜当中讲到起来祷告，鼓励有服事心志的兄姐们都参加服事造就训练。本会有6位的会员在但以理学院接受造就培训，都委身在教会各项的服事。社青团契在周6，也就是6月1号到2号前往花莲灵修旅游，愿上帝保守旅程一切平安。青少年情感教育父母成长课程新竹领航班在本周4的上午，在本会的1楼上课。第5期幸福小组福音的事工运动很幸福，在本周6的下午2点，在607教室好所在小组；本周6下午3点，在生活美学。新竹区美比谷儿童营会在8月1号到3号在圣经学院举行，对象是升国小2年级到国小6年级的学生，早鸟的费用是3000元，欢迎国小生参加，报名请洽陶诗媛姐妹。
教界的消息，新竹中会迦南教会陈柏志牧师就任第6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在今天下午的3点。总会宣教委员会在6月29日举办银法桌游带领人初阶培训课程，地点在新竹教会，欢迎参加。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举办妇女灵修营睁开眼的祈祷，艺术凝视的信仰关怀，时间是6月27到29，还有7月25到27，地点在高雄中华电信学院，详情请看公布栏。即马请咱三角来金信诗522首，祝福齐恳的诗，吟诗线，请黄牧师来祝读，请起立来吟。主啊，阮领受你听，极深、极闊、极懸、极長，超過阮所會當測度。主願阮會當享受你的聽，既然享受，也遵從你的命令講，阮著愛聽人親像家己。所以懇求聖神將這個聽充滿佇阮中間，互阮實踐聽，來表明阮是敬虔，表示阮是大有信心，因為你講信心都有行為，信心就是彼此相聽，來表明阮是屬於主的人。願主耶穌基督恩典、特別上帝的聽談，以及聖神的相通，修飾阮彼此相聽的心，甲咱眾人三角對地，直到永世代無盡。阿們。